肝癌？肝癌？我什么时候肝癌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不会是药用多了吧？不可能，我都配好了方子，正经的中药，睡觉就能把病治。咱们这算不算是非法拘禁啊？当然不算，顶多算是善意欺骗，总不能看着一个姑娘好多人给喝死了吧？哎，你们打算用多久啊？人家等着搬家呢，说这话可就搬到这儿来了啊！谁让你找了一个要拆的精神病院呢？哎，怪我了是吗？你们也不好好想想，哪个正经医院能腾出一间房子让你们装神经病呢？咱们是搁这儿装神经病呢？咱们现在就是。醒了。不要晃，晕。行，基本上算是醒了。我这在哪儿啊？这里是美好生命康复中心，我是你的主治医师，我姓铁，你可以叫我铁 doctor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产生的第一个疑问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有必要知道真相。我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，什么病？肝癌。哦，肝癌。肝癌？我什么时候肝癌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你已经成为我们康复中心准备积极救治的对象。本中心是专业针对肝癌患者的康复诊所，这里并不是医院，但是比医院更有效。你的前男友委托我们救治你，你只要全身心的配合我们就可以了。配合你们，癌症就好了。哎，你是早期，痊愈的几率80%。还有，现在本中心正在搬家，就剩这几个病房和这几个病人了。大家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，我敢保证，你们走着进来，绝不会躺着出去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人间处处有真情，人间处处有真爱。打倒病魔，斩获新生。李白，我作为关爱癌症成长协会，正式欢迎你的到来，欢迎。哪儿啊？这都。这没有事儿，这没有事儿。你说咱们是不是被什么组织绑架了？我们刚来的时候心情跟你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作为你的病友，我们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事儿没问题。你知道，你现在是重病，你必须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，你才能走得出去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，你还怕绑架不成？对呀，我所有的身价加起来都超不过2000块钱，谁疯了绑架我？谁要是绑架我，我就直接加入绑匪团伙，也算是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对呀，这可好，没微信。这里的伙食也不错，还有西瓜吃。这是你的检查报告。这什么呀？检测报告。你现在得了肝癌，非常严重，一碰酒精就得死。但是你太爱喝酒了，你必须在这里接受治疗，得到医生的准许，你才能走得出去。你自己签名好好看看。我什么时候检查的？前天呢，你都晕倒了，你前男友送你去医院，然后就送到这儿了。他把钱都给你交了，你就安心在这治疗吧。你现在这种感情，我们都经历过了，我们都是肝癌患者。进到这个地方，不是一个人生的结束，而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。我们一定会在医生的带领下互相扶持，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。这个医生非常的有名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李白，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东西，一双球鞋，还有一个康复计划表，加油！赶紧背到病房去，快！哎呦！刚才俩人谁啊？两个真的神经病，就是这个医院的，医院搬家把他俩给落下了。那天我们在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他也觉得自己得了癌症了。我一想，多俩人演戏还不用给钱，好事儿啊！都成神经病了。你们作为关爱癌症成长协会的一员，一定要规律生活，
争取早日康复，得到医生的首肯，重新做人。先做一下热身，今天的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开始。哎，这地儿怎么像监狱呀？还有保安呢。医生说我们都是放纵太过才得了癌症的人，所以我们在这儿只采强制的措施。不许小声说话！我们每天训练强度都这么大了，难道就不应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吗？干嘛这么辛苦呀？把他带过来，出来！你们干嘛？伏地挺身30个，预备，开始。李白，看这是什么？李白，李白，什么呀？这是？ 薏米椰汁白水，新产品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哎，酒不让喝，肉也不多给，就3块，这冰都能干。哎，干什么？你怎么还往自己碗里加呢？你瞅，够了啊！帮凶行，你这。舞王式，重心在右腿，抬起左腿，左手摸左腿脚背，右手向前向上伸展，慢慢的向前倾。贝贝，笔。贝贝，我这特别疼，你帮我看一眼啊。没事，就是转移了。转移了。我还这么年轻。贝贝，有酒吗？喝一杯。喝了转移的更快，我们都是喝进来的，没事，明天多跑跑就好了啊。睡吧。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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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白。你知道你现在很危险。你说咱们是不是被市委组织绑架了？你前男友送你去医院，然后就送到这儿了。
酒味儿不错呀。铁锤哥，还是你路子多，精神病院都能搞来。哥们儿就是路子广，朋友多，有事儿你们就说话啊。再说了，咱这是救人命积德，应该。铁锤哥，干杯！好。哎，你点声音小点，一会儿还吵醒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吓我们呢？你这个时候不跟那个屋待着，你跑这来干嘛呀？每天吃草喝水还得看着李白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也不带上我，更何况我不能离老板太远。哎，手机，给我，我好久没上网了，我要上乐视商城买个东西。你又是谁呀？你干嘛呢？我们谈心呢。都是骗子，你全都骗子。李白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。李白，我就知道根本没这么简单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李白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李白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我跟你说，我没希望了。一直骗我能康复，根本就是骗我的。我是不是在这儿等死？我是不是在这儿等死啊？李白，这人呢，他都是会死的。我们现在不是还没死，好好的活着吗？活着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们还是有希望的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们是在这儿待久了，所以有时候就偷点懒，想吃点好吃的。那我们还能好吗？能，一定能。我跟着你们一起练。我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能好。你们也都别放弃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了，都扔了，扔了，扔！快！我们一定会好。